中華文化 AI 體驗課程融合創新科技與寓教於樂嘅方式，帶領學生深度了解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，激發文化認同與民族自豪感。課程特色利用先進 3D 技術，歷史人物生動再現中華文化嘅故事與場景，學生仿如親臨其境，感受文化嘅魅力同真實感，讓文化學習更加輕鬆愉快。影片內設練習題，搭配詳細解題說明，寓教於樂，提升學習效果與參與感。透過視覺、聽覺同互動式學習，激發學生嘅學習興趣，令中華文化知識更易吸收。其中4大主題全面認識中華文化，課程涵蓋物質文化、非物質文化、藝術表演與技藝文化4大範疇，每個範疇細分多個小章節，內容豐富且深入淺出，全面展示中華文化嘅多樣性與精華。物質文化包括歷史文物、陶瓷藝術、傳統建築等，感受中華文化嘅歷史底蘊。非物質文化包括詩詞歌賦、24節氣、傳統節日等，體會文化嘅精神與傳承。藝術表演包括戲曲、民間舞蹈、皮影戲等，欣賞中華文化嘅藝術之美。技藝文化包括書法、剪紙、茶藝、武術等，學習傳統技藝嘅匠心與智慧。透過呢套課程，學生唔單止能夠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嘅多元魅力，更加能夠令學生培養文化自信，激發民族情懷，提升愛國思想，成為傳承中華文化嘅新一代。課程以線上形式提供，學校可以靈活安排時間投放學習，滿足日常教學需要，同時亦都符合推廣中華文化嘅教育政策。學校可使用推廣中華文化體驗活動一筆過津貼，輕鬆引入課程資源。